后来继续来看台中市长罗秀燕，日前帮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徛台的时阵讲，民进党推动着罢免，是要阻碍着江启臣参选明年的台中市长。讲罢免这个江启臣，就等于是拔掉着台中市的未来。民进党选台中市长，呼声上悬的立委何欣纯是带议员骑车队挺罢免，而且是选伫个江启臣的选区作为第一站来出发。看会出来，两个人在拼赌。骑进车队顶，民进党立委何欣纯集合党内议员，为823罢免的投票做最后的努力。红看做是领赢，2026台中市长潜在的候选人何欣纯甲罢免团体徛做伙，车队首届第一站对当时出发。调工经伫咧红看做是台中市长罗秀燕接班人的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的第8选区。徛伫江启臣的边仔，甲斗徛台反罢免。罗秀燕插入造势暗会的气氛，人家讲民进党推动罢免，就是想要阻碍江启臣选市长。因为我们很忧心，因为他是头号目标，干掉他，干掉台中市的未来，干掉一个立法委员，干掉一个副院长，顺便以后的市长也可能会干掉。对南亚将罢免看作是台中市长的争扫战，何欣纯选下罗秀燕，用政治操作毁掉公民团体努力，根本就无了解台湾的民主。大家都是为了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我想民主的真谛，卢妈妈应该要懂。2026台中市长江启臣对战何欣纯的可能性加悬，随着罢免战局。台中市长的争扫战提早开打。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